麼？請記得，這沒有標準答案，你也沒有一定要有什麼樣的感受。無論你有沒有找到，都是你的體驗。停留在你找到內心空間當下的感覺，觀察這種感覺是如何隨着時間而變化。每天至少練習一次。話佢最難嗰樣嘢就係最後嗰句啦。你 feel 唔 feel 到咧？如果你啱有做，你 feel 唔 feel 到？正常你係難 feel 啲嘅，係啊。我就感受到一種進入咯，即係一種真係好似入咗少少入去。因為我最初以為咧，我抑鬱底嘅，我最初以為係咪一種痛苦，又唔係，好似有一種深入去入面，好似揾緊一種空間嘅感覺，係啊。我自己係咁，係啊。可能都似，係啊，可能都似，係啊，係啊。但係你哋做靜觀小心啲喎，睇一睇。即係靜觀，因為有啲靜觀咧，其實會嗌你倒空你自己嘅，但係你要小心啲。嗰種倒空嘅狀態，即係喺我依家學緊嘅嘢上面，因為